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件抢案若有上新的进展，咱会随时来报道。先来看这个运动部长李勇就任7个月话，是加速度咧改革，像讲有部分的运动协会申请补助出现着漏交，李勇是甲遐个协会中幅申请补助的部分抬掉3亿。 伫咧比赛场拼赛拍球，甲过去羽毛球的黄金组合王泽林做伙，李勇为运动员转变身份，接头一任运动部长的重担，上任嘛已经7个月过。受访的时讲出，台协会补助要拼建立制度。 李勇点出问题，过去扣不到3亿到5亿一次性的预算，心脏委员却干那3个人，而且拢总是体育背景，欠在会甲法治的专业来把关。未来改做3个到4个外部委员共同审查，若是审查机制伤灵，细项的编列嘛出现冷碰。参照讲一个单位有2条网络费，甚至到打到协会继续咧编防疫的费用，部分的款项无合理，逐条检查了后调整，抬3亿的补助。李勇嘛强调，毋是拢总抬，是要互预算。 等来到制度化，那对这个做法，调解的立委是个人有个人的解释。他自己删预算，那是不是变太多？他自己觉得变太多，不了解了。我想李杨部长哦，他的确做了，就是过去很多人担心的一些弊病哦，就是体育协会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严格监督哦，在运动哦相关的体育的事业上，他关心的是制度，是关心的每一个选手的公平的机会跟更好的环境。 为了甲改革做较到，李勇表示要互各单位明确照规定来编列，甲资源真正用伫咧选手的身上。那外界关注的，毋那是太偌济，搁较是制度敢会当甲坑补起来。为球场到政坛对补助案来杀球，运动部想要重整体育资源的分配，敢会当完备。后续改革的成效，各界嘛继续关注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